偶益大师年谱，弘一大师传。一大师自传八部道人传，集成时序传录写，附简宗论中诸文增改，并参考别行诸书序跋补定焉。即位，居钱塘，初稿，辛酉，演示永嘉，改纂，乙亥。驻温陵月台在治，老病缠绵，精力颓敝，未能详密效理，书字欲也。年谱诸文，虽有错略，或加润饰，但悉有所据。若述思义，则写双行小字，上官暗字，以区别也。明万历27年己亥，1岁，是年5月3日亥时，大师生，俗姓钟，名继明，又名生，字正之，先是汴梁人，始祖南渡，居古吴木渎，父名之凤，字其仲，母金氏，名大莲，以父持白衣大悲咒10年，孟大士送子而生，时父母皆年40，庚子，2岁，辛丑，3岁。壬寅，4岁，癸卯，5岁，甲辰，6岁，乙巳，7岁，始如素，己巳。大师领大悲弘殿记，有云：我幼持斋甚严肃，梦感大士曾相照。丙午，8岁，丁未，9岁，戊申，10岁，己酉，11岁，庚戌，12岁，就外附，闻圣学，即以千古道脉为任，萧萧自得。天子不得成，诸侯不得有，余居尽慎独之功，致之格物之要，深究之，开昏酒，作论数10篇，辟异端，孟与孔言勿言。辛亥，13岁，壬子，14岁，癸丑，15岁，甲寅，16岁，乙卯，17岁，月字之录序，及竹窗随笔，乃部谤佛，取所着辟佛论焚之。丙辰，18岁。丁巳，19岁，戊午，20岁，全论语颜渊问仁章，窃疑天下归人语，苦生力讨，废请忘参者3昼夜，忽然大悟，顿见孔颜心学，冬11月初5日丧父。享年59，文德藏本愿，发出世心。录者注：大师文德藏本愿，发心出世，故其一生尽力弘扬赞叹的藏菩萨。弘一法师曾集临风赞的藏菩萨别集一卷，收入的藏菩萨圣德大观内。
庚午，大师节潭水斋持大悲咒愿文。有云：7岁断肉，未知出世正因。12学儒，乃造谤法众业。赖善根未绝，每前转莫移。一处念于自知之序，次炫意于既感之谈。理药师妙典，知佛语神书。闻得藏习音，知道从孝机。既怀丧父之哀，复切言辞之想。书慈悲忏法，始至施罗。听大佛顶经，觉思离俗。即位21岁，至新家问母寿。言62、3必有节限，遂于佛前立身誓，唯愿减我算，保我功名，必继母真上寿。庚申22岁，专志念佛，净焚窗稿2000余篇。天启元年，辛酉23岁，听大佛顶经，谓世界在空，空生大觉，遂疑何故有此大觉，至谓空界章本，闷觉无错，但昏散最重，功夫不能成片，因决意出家，体究大事。7月30日，撰48愿愿文，实名大朗优婆塞。壬戌24岁，梦里憨山大师，哭恨缘牵，相见太晚。诗云：此事苦果，应知苦因，欲未尽。具请曰：弟子志求上乘，不愿闻四谛法。诗云：且喜居士有向上志，虽然不能如黄火灵济，但可如岩头得山。心又未足，你再问，触身而醒，因思古人安有高下，梦想望分别耳。1月中，三梦酣师，师往曹溪，不能远从，乃从雪岭郡师剃度，命名秩序。雪师憨翁门人也。按大师字偶义，又字素华，当时诸资素传述中，多称素华也。将出家，先发3愿：一、为证无生法忍，不收徒众；二、不登高座；三、宁动饿死，不诵经礼忏及化缘，以资牲口。又发3半：半的饿死，半的冻死，半与人妻死。将出家，与书言别诗云：事变不可测，此心千古然，无限他山意，叮咛不再言。大师出家时，母就谓曰：法师是弟留步，吾深觉不屑位，将必为善之事乎？大师曰：佛且不为，况其他业？就曰：继耳，何用出家？大师曰：只要复我本来面目，就乃叹善。夏秋作物云期，闻古德法师讲唯识论，
一听了了，已与佛顶宗旨矛盾。请问，诗云性相二宗，不许合会，甚怪之。佛法岂有二奇耶？一日，问古诗云：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且如中阴入胎，念起受生，纵令速绝，如何得脱？诗云：汝今入胎也未？大师微笑。诗云：入胎了也？大师无语。诗云：汝未指今此生果从受胎时得来者耶？大师流汗加倍，不能分晓。竟往径山坐禅，始受一时法。此时即与新一法主相视，尔后未忘年交，己30年。自更5岁时，每一句首，折小叶盘还佛法福智。学人从大师有者，皆令丙沙弥戒于法主。初出家时，剃度师令作务3年，其时即要功夫成片，不曾依训，使一功夫成片，仍可作务。后以身遇日隆，竟无处讨得物丹。癸亥，25岁，是春拜见优西尊者，时正堕禅定，未领片意。大师坐禅径山，至下，逼匝攻击，身心世界忽皆消陨。应知此生从无始来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但世间故妄想所现之影，刹那刹那，念念不住。的确非从父母生也。从此性相二宗，一其透彻，知其本无矛盾。但是教光邪说大误人耳。是时一切经论，一切公案无不现前，炫自觉悟，解发非谓圣正，故绝不与一人。久之，则胸次空空，不复留一字脚矣。秋，住进天台。腊月初8日，从天台列兵冒雪，至杭州云栖。苦道肯古德贤法师为阿舍离，向莲池和尚向前，顶受4分戒本。甲子，26岁，正月3日，于三宝前，染香赐血，继母书，劝母勿事劳心，唯努力念佛，求出轮回。12月念1日，重到云栖，受菩萨戒。后1日，传受菩萨戒释文。大师甫受菩萨戒，发心看律藏，舍离古德师事曰：汝已受大，何更习小？对曰：众楼4级，上级即造，下级可废耶？师曰：身即到上层，目其愿下级。对曰：虽生他化，佛缘不离寂场。乙丑，27岁，是春，旧古吴越律藏一变，方知举世积俄。4旬余，
录出毗尼释义要略一本，近100余纸。此后人一心究宗成，同23法有结下，既剃度师雪领及舍离古德师书，痛丞相继正法衰替，戒律不明，辞志恳切，乙丑、丙寅2下，为23有人逼演大佛顶要义2遍，10多会心，愿是阐发，以志在宗成，为辖笔数。丙寅，28岁，母病笃，嗣亏功不久，痛切肺肝。6月初1日，母亡，享年67。大师父四念处以血哀，葬事毕，焚弃笔砚，始往深山。道有见空，如凝流眼观于吴江之松林，关中大病，乃以参禅功夫，求生净土。丁卯，29岁，崇祯元年，戊辰，30岁，适春出关，朝南海，径落嘉山，将往中南，遇到有学行及功，愿传律学，留住龙居。是下，第2次阅律藏一遍，使成毗尼释义集要4本及范式偶谈。是年，在龙居阅藏，于夷夏中，仅阅1000卷，下出玉心古诗，乃定交焉。时新古诗尚未替染，仲冬，又或交归一诗，于是2有罪得交修之意。同节冬，赐舍写书大成经律，撰赐写书经愿文，及书佛明经回向文。过罪礼东塔，见人上堂，有感，复寄云数秒深深泣漏哀，按周瑜被慢相猜，宗成顿逐东流下，触目难尽泪满腮，一滴胡弦彻体心，当阳压力法王庭，却残朴也能宏护，有使天人眼耳听，聋人听曲雅人歌，跛臂相将共拔科，今日已成名案界，不知向后又如何。己巳，31岁，正月15日，为同学比丘学行智及师讲4分戒本，并赐写书愿文。是春，同归一筹师，送新古至博山。一无益，周兴好熙禅师制法。周兴好熙禅师见大师所着毗尼释义集要，喜之，即欲父子。大师不许，在博山，欲必如稿师，详论律学，遂与定交。虽无益，周兴好熙禅师至金陵，盘桓百有10日，晋安宗门进食流弊，乃决一弘律。大师律解虽精而自谓烦恼习强，功行多殿，故事不为和尚。3夜未尽，6有之律之名，名过于时，
引谓生平之耻。世春，篆持咒仙白文，愿持灭定业真言，著100万。观音灵感，七佛灭罪，药师灌顶，往生净土真言各10万。四当节坛持大悲咒10万。录者注：只持的藏菩萨灭定业真言。母王3周年，启善有客持经咒，传为母3周求拔济起，即为母发愿回向文。秋，有栖霞，始悟自观应舍离，赠以寄云：举世不知真，无独不爱假，现君坦一信，堪入毗尼舍。是冬，同归一筹师节至龙居，第3次月律一变，至除夕，第3次月律藏毕，录成6册，计18卷，传理大报恩塔记，持准提咒愿文，理大悲弘殿记，起咒文，除夕白三宝文，传上有陆续。庚午，32岁，春，并至龙居，正月初1，燃碧香，刺蛇血，致书新骨。3月尽，新骨同如是访公从金陵回，至龙居，请寄贤师为和尚，新依法主为结魔舍离，觉缘法主为教授舍离，受比丘戒。经3月律，使之受戒如法不如法事，彼学戒法，故必无此理。但见闻诸律堂，亦并无一处如法者。是春，归一筹师作毗尼释义及要拔，传乐律礼忏总别2书，安居论律告文，为母4周愿文，为父12周求见拔起，节下安居，为新古寿如是访学行及3有细讲毗尼释义及要一遍，天出后2集，共成8册。虽然尽力讲究，不亦或寻之竹叶，不知纲要，或东扯西拽，绝不留心，或颇欲留心，声音重样听不及半，其余随缘众，无足责者。大师所往，拟著梵网，作4究问佛，一曰宗贤首，2曰宗天台，3曰宗慈恩，4曰自立宗。平焉的天台究，于是究新台部，而不肯为台家子孙，以敬事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，各执门庭，不能和故也。时人以耳为物，皆云大师独弘台宗，谬矣。按大师法语，是如母云：与23岁，疾苦至参禅，今辄自称私书天台者，深痛我禅门之病，非台宗不能救耳，奈何台家子孙，犹故惧我禅宗，岂智者大师本意哉？
傅松溪法主书云：私书台宗不敢冒认法派，诚恐著述偶有出入，反招山外被宗之巧。然至闭门外，不妨称为功臣，收地室中，不免为逆子，知我罪我，听之而已。撰结潭水斋持大悲咒愿文，为复回向文。辛未33岁，是春。撰毗尼是一集要续于寂亭古永庆寺。先是真迹文古老人，博山无义禅师，劝将毗尼是一集要父子流通，乃同毗如皈依二有商榷参详，备担其志。新古以此书成金台法主，随父子人，至今遂于寂亭佛日寺堪成。春，同心依法主理大悲忏于武陵莲居安，撰楞严坛起咒及回向二记。8月，新古师事祭于佛日，师病时，大师割骨救之，并复记云：幻缘和受资身，欲弯千疮溃未能，找续薄皮疗奉公，用稠盐淡切磋恩。9月，入孝宫，取到武陵，务必如师，不旬日，师事记。者新古毗如二有合传，驶入北天目灵峰山过东，即灵岩寺之百福院也。有句云：灵峰一片石，幸可使千秋。石山中无葬，为作请葬因缘。是东，在灵峰讲毗尼是一集要7卷。四下，续完，听者10余人，惟彻因比丘能力行之。是东，有温陵徐与海居士，向大师说占察妙典，大师遣人特往云栖请的书本，一展读之，悲心交集，撰读持回向记。人生34岁，结下灵峰，为自观师秉结魔受具戒，撰龙居里大悲忏文及礼大悲忏愿文。癸酉35岁，是春，为灵峰请葬制。魏庄，撰西湖寺安居书，结下金庭西湖寺，细讲毗尼是一集要一遍，听者9人，能留心者，惟彻因自观及幻缘3比丘，撰前安居日公究文。前安居日，大师自念在3番独律藏，深知时弊多端，不忍随俗小讹，共识如来正法，而自受具，心虽因重，佛智未周，原作8究，前问3宝，若秩序比丘戒从心感得，时下行持，当得作和尚究。若得戒前，侵犯未尽，当得礼忏作和尚究。先行忏法，若未得不成遮难，或已得未堪作饭，当得见相好作和尚究。
礼忏求相，若不成难而未得，当得众受究，如法并受，更满10下。若成道难而通忏，当得礼忏众受究，若已成难，当得菩萨沙弥究，若不许沙弥法，当得菩萨优婆塞究，若一切戒法悉遮，当得但三归究，若得作和尚等3究，是望生命，护持正法，宁受惧苦，作真声闻，不为利民，作假大乘。若得众受等2究，敦弟子职，是不渺法。若得菩萨沙弥究，是尊养比丘，护持僧法。若得菩萨优婆塞究，是以生命护正法，终不迷失菩提心。若得但三归究，是服役佛法僧间，种种方便，摧邪显正，并然相持住，一下持咒加倍，至自日，更然顶香6柱，转自日拈究闻，遂拈得菩萨沙弥究，转礼净土忏文2首。东数占察行法，甲戌36岁，癸酉甲戌之际，大师匍匐苦患，彻因比丘独静心竭力相继于颠沛中，毫无2心。是冬，在无门患住安，讲毗尼是一集要一遍，听者仅5、6人，唯自观僧具2比丘能力行之。传礼金光明忏文，乙亥37岁，春，祖禹降服，使勿饮渠，道山自灵隐2师，未末逆交。是冬，大师构笃疾，2师尽力调治，不啻坤继母子也。传讲金光明忏告文，夏初，住午水至月安，讲演战察经，是时即有作书之愿，并冗交榻，福客如愿。数戒消灾略释，持戒监督略释。盂兰盆新书，丙子38岁，是春，大师自极静信堂初级。3月，顿积九华，礼的藏菩萨塔，求觉以往。拈得月藏著述1究，于彼报并，父字以为传，康批以为良，望行骸，断事故，续月藏经1000余卷，传九华的藏塔前愿文，王母10周愿文。丁丑39岁，是岁夏秋之际，居9子别峰，数犯往何住，先是如是访公，远从闽地，携杖来寻，为其领师消满全功，请讲此经，以资民福。复有2、3同至，欢喜乐闻。大师由是立即敷衍，不觉心华开发，一拳费用，
即秉笔而随记之，共成玄义1卷，合著7卷。按范往合著初刊之版，存金陵古临安。后康熙丙辰岁，审书准应承实施之请，重刻版。宋嘉兴文言4入藏流通，见审书准拔日本元禄5年所刊之版，即据此也。撰完范往告文，赞礼的藏菩萨忏愿仪，自观音舍利自五水寻大师于九子别峰，商正范往佛顶要旨。大师见其功行有余，慧解不足，设坛中时问匝之，梦感正法衰替，痛苦而醒，写怀2记云：魔君挟至3周遍，孽自孤中一线为，梦断金河情未尽，醒来于泪上沾衣，修言3界尽身亡，诸系凭依性自明，肯放眼前闲活计，便堪节外独称因，勿淫。40岁，节下心安，众拈佛顶妙义，加倍精明。40初度诗云：勿论悠悠理本齐，年来见觉脱全皮，全开非实长原在，意去唯空眼不迷。流水有心中会海，落花无语亦晨曦。刹那深处生何性，却笑微音节外啼。自即绝于边。秋，见宋走诗之曰：入闽，渡洪塘，往温陵。11月撰成罪求哀书，己卯，41岁，住温陵。宋走访诗及一切知己兼请书解大佛顶经，大师感其意，监礼夙愿，在小开元传述玄义2卷，文具10卷，刊佛顶玄义，版藏大开元寺之甘露戒坛，如是师事迹，著其念佛，并为传宋走诗往生传，传为如是师6、7礼忏书，晚如是师师。庚辰，42岁，住漳州，述金刚破空论，在温陵刊偶益3颂，斋经科注。辛巳，43岁，节东温陵月台，有郭氏问议，遂举笔数周易阐解，稿未及办，以应请宣制。录者注：今泉州大开元寺藏有大师师赠之范往经2部，卷末有大师亲笔题实，文曰：崇祯兴寺，故无秩序，喜舍录部，奉大开元寺甘露戒坛，永远持诵。壬午，44岁，世下，字吉敏游籍，自温陵返湖州，述大臣指官事要，灵峰山中藏经庄陈，撰铁佛寺礼忏文。癸未，45岁，节下临峰，是岁节制，检阅藏经，仅1000余卷，
崇祯17年，清顺治元年甲申，46岁，世秋，居醉里，游渊湖宝寿堂，传游渊湖宝寿堂记。反灵风，有句云：灵风片时就萌心。9月，述42章经，一教经，8大人觉经解。是岁，大师退坐但3归1人。传理慈悲道场忏法愿文，佛菩萨上座忏愿文。亦有47岁，自去岁退坐但3归人以来，勤礼千佛万佛及占察行法，于今岁元旦或清净轮相。下传周易禅解禁，传大悲行法道场愿文。世秋，著祖堂集10成北，共阅藏经2000余卷。是岁，紫竹林专于大师遣7人来学。丙戌，48岁，悟妙元尊者于时辰之威，同住寄生庵。传占察行法愿文。丁亥49岁，3月，述为实心要，相宗8要直解。9月，述弥陀要解，四书偶义解。去岁，专于大师坐托于紫竹林，门人以陶器奉全生供于灵芝山阳。今年弟子请归云居，于是金陵资素以所存找法衣钵，就山阳建塔供养。大师为传至明。是冬，自即进居堂续集，居祖堂幽栖寺。除系谱说，悟子50岁。辰时师使悟大师，大师1日故辰时师曰：吾昔年念念思复比丘戒法，尔年念念求西方耳。辰时师大骇，为何不立复佛事方归耶？久之，使之师在家发大菩提愿以为之本。出家一义宗臣，进山大悟后，彻见尽是禅者之病，在觉魔正之见，非在多之见，在不尊重波罗提木叉，非在者戒相也。故抹道禅之一字，立以戒教匡救，由至求五比丘如法共住，令正法众心，后觉不可得，遂以义西持，继承本愿轮，仗诸佛力，再来语拔。至于随时著述，竭力讲演，皆了与有缘下缘顿种，非法界众生一时成佛，直下相应，太平无事之初至矣。是冬，自即稀有一余。己丑，51岁。9月，从金陵归卧灵峰，传北天目12景颂。腊月，立即草法华会议，一年正月告成。庚寅，52岁，结下北天目，究心毗尼，念末世欲的境界，舍占察轮相之法，更无别途。
6月，数占察书，自癸酉迄今10余年，毗尼之学无人过问者，而能力行之彻因，自观僧具3比丘，又皆误故。毗尼之学，真不赤智惑矣。是下安居临风，乃有心学律者10余人，请大师众讲。大师面相所及，虽诸常并采，犹未一一折中。又问辩因义2书，至今未子。因会入极要而众治之，兼消1、2凡无，以归简切，名曰众治毗尼释义极要。6月21日，传众治毗尼释义极要序。安居静，众焉字方归，悲心交集，慨然有作。复记云：秉志庸随俗，其心气习闲，拟将凡的觉，直补涅盘天。办事孤灯炭，多生缓戒谦。信逢真戒和，感气泪如泉。正法衰不许，谁将一线传？不明念处会，徒诵木叉篇。狮子哀先世，朱阴喜妇怜。四弘酒有事，莫替马鸣间。8月初8日，传众治毗尼释义极要拔。与见月律主书，谈论律学，记获良物。冬，祝祖堂，辛卯，53岁。夏，节制常干。9月，重登西湖寺。是冬，归卧临风，重定选佛图。壬辰，54岁。节下甚稀。草人家一书。8月，迁长水南郊冷香堂，乃阁比。秋，即续稀有一余。是岁腊月，草自传。先是世丘大师觉智肥钝，资素遮道不得，请恕行脚。冬，弃长水银泉寺，念行脚未尽至，复数资传，约8部道人传，取中论8部，泛往8部之旨。又大师自云：古者有儒有禅有教有律，道人既猝然不敢。今亦有儒有禅有教有律，道人又弗然不屑，故名8部也。录者注：大师一号，稀有。出家前曾用金昌一史号，注长水，月藏经千卷。癸巳，55岁。是春，大师过古吴，删改字数8部道人传，故从古吴传至流兜，与长水本数处不同。后陈时师未传收著数未尽，请补。于是与古吴本又增数据矣。夏4月，入新安，节后安居于舍普天马院。5月者选佛谱，月宗进录，山正法永乐法真诸人所纂杂说，
引经论之物，即历来写客之额，余360余问答，一定大义，标其起敬。阅完。7月作孝定宗进禄拔4则，右太原弘道集，存一册，名元子。秋8月，游黄山白月诸处。冬，复节制天马，者起信论列往书。录者注：是岁大师在摄普七云院演说弥陀要解，释义分科，兼有与前不同，由信旦师录出。甲午冬，大师病终，复口授数处令改正，名摄普本，即今时要中之流通本也。甲午，56岁，正月应封南仁义院请，法师毕，出新安。2月后包洒日，还临风，自即患著杂编，下卧病，选七斋净土师，至赞补入净土9要。名净土10要，下境，病愈。7月，述如是宗传切义。8月，续阅大藏经。9月，成阅藏之经，法海观澜2书。9月1日，撰阅藏毕愿文。记前后阅律3遍，大乘经2遍，小乘经及大小论2图撰述各1遍。录者注：大师阅藏必然相愿文有云：切见南北2藏，并皆模糊失字，或半分不变，或经论互明，或真而不分。或巧拙无别，虽有宋朝法宝标目，明朝会目一门，并未尽美尽善，今折不揣。6述阅藏之经，法海观澜2书，倘不被佛指，其的成就流通。又大师佛顶玄文后自序云：身痛莫视禅病，方一言穷教也，用补其篇。虽遍阅大藏，而会归处不出梵网，佛顶2经。冬10月，病，复有独作书怀4律，中有数积2、3子，为我一生思之句。11月18日，有病中口号记。腊月初3，有病间偶成1律，中有名子为中真佛也，谓之毕竟复何人之句。是日口授遗嘱，立4世，命以赵南等慈2子传5戒菩萨戒。命以赵南、林胜、信旦3子代作代印请，命蛇为后，磨骨和粉面，分作2分，一分施鸟兽，一分施灵界，普结法喜，同生西方。13起净舍，传大病中起见净舍愿文。4有求净土记6首，除系有更6居民，有记是岁多病，记前木斋书云：今夏2番大病垂死，记秋月藏方尽，仲冬一病更甚，
7昼夜不能坐卧，不能饮食，不可疗治，无数分解，唯痛哭称佛菩萨名字，求生净土而已。具复凡夫损己利人，人为必利，己之受害如此。平日时为在心性上用力，尚不得力，况仅从文字上用力者哉？出生死，成菩提，殊非易事，非仗是谁知此时语也。乙未57岁，元旦有祭于爆竹声传幽谷村，苍松翠竹总为新，全从龙树味如蜜，时正雄丰台4陵，客序30皆连漏，论开百步拟天清，况兼以节东邻舍，同治无非法藏成，法藏当年愿力宏，于今况结有同行，遂朝选佛归圆觉，月夜传灯显姓名，万竹并沾心令早，千枚已漏旧方音，诸人应信无影，快与高贤寄宿盟。正月20日，并复发。22日晨起病止。午刻，夫坐神床角，向西举手而视。是寿50有7岁，法腊34，僧夏，从癸亥腊月至癸酉自恣日。又从乙酉春至乙未正月，共计下10有9。大师生平不曾起资宿一字，不为佛法难言，知己难得，亦见上虚名之陋习，而身为底也。昔世时，借物起言，徒增狂误。大师著述，除灵峰宗论10卷外，其事论则有《阿弥陀经要解》1卷，占察玄书3卷，楞伽义书10卷，盂兰心书1卷，大佛顶玄文12卷，准提持法1卷，金刚破空论复观心事2卷。心经略解1卷，法华会义16卷，妙玄节要2卷，法华轮贯1卷，斋经科注1卷，遗教经解1卷，梵网合注8卷，后复受戒法、学戒法，梵网忏法论辩共1卷。优婆塞戒经受戒品监要1卷，结摩文士1卷，戒本经监要1卷，毗尼集要17卷，大小持戒监度略释1卷，戒消灾经略释1卷，五戒香经略解1卷，沙弥戒要1卷，唯识心要10卷。香宗8要旨解8卷，起信论列网书6卷，大乘止观事要4卷，大悲行法变额1卷，复观想记略释，法性观，忏坛鬼事3种，42章经解1卷，八大人觉经1卷。占察行法1卷，理的藏仪1卷，教官纲宗并释义2卷，乐藏之经44卷，法海观览5卷，占山录1卷，
选佛谱6卷，重定诸今日诵2卷，周易禅解10卷，辟邪集2卷，共47种。又定4注经目，有行愿品序书、圆觉经新书、无量寿如来会书、观经书抄录要、十轮经解、贤护经解、药师七佛经书的藏本愿经书、维摩补书、金光明最胜王经序书、同性经解、无字法门经书、12头陀经书、人王序书、大涅盘合论、4阿含解要、10善业道经解、发菩提心论解、摩诃止观辅行录要、僧史山补、资门宝训，共21种。具谓集成书，录者注，上列注述，系依成实师之偶益大师宗论叙说及续传抄录。此外尚有净土十要、四书偶益解、见闻录等集者形式。大师事迹，诸弟子请成实师及灵峰宗论。集成实师然香1000柱，愿舍身洪流。1. 报师恩，助转愿轮。2. 公妙法，生生之欲。3. 转劫浊，救苦众生。4. 代本债，满师弘誓。5. 忏重罪，觉生真实。腊月12日，成实师传大师续传。后1日传灵峰始日大师私事切议。后2日传灵峰宗论序。月1日传灵峰宗论序说。丙申，丁酉，是东如法图皮，发长覆耳，面貌如生，肤作微然，牙齿俱不坏，因不敢从本寨遗主，奉古塔于灵峰大殿右。戊戌，己亥，是东，灵峰宗论刻版成。庚子，辛丑，康熙元年，壬寅，大师入灭8年，壬寅7月，门人姓旦病逝，先书主语，面启成实师并胞兄胡敬广粉遗骨，待大师满甲午腊月初3日所命。先是成实师邀敬履礼佛说佛名经，但就坛燃顶灯，以报法汝生恩。至是复有此著。仅就8月即众修要往本17昼夜而作法焉。雍正元年，癸卯，即日本享保8年，是年孟春。日本京都灵峰宗论重刊版，老别除光谦序云：前略其常读灵峰偶益大师所着诸书，见其学之兼通博涉，其行之苦极严峻，因切自叹虽精悉，四明大祖师几不及也。中略古人有言曰：独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忠；独令伯承勤表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孝。
独退之际12郎闻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有。余亦常研读偶益宗论而不堕血泪者，其人必无菩提心。后略，偶益大师年谱中